土耳其斯坦，所谓的现在的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处于中国版图的西北部分，它接壤8个国家，是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柯尔克孜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土国和中国。这是东土耳其斯坦的分布，有几个自治州。中国共产党在统治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以后呢，把这些比方说蒙古人在这个地区呢只有15万人，但是呢这15万人的蒙古人，他给他分2个自治州，其他区域大部分都是维吾尔族当然这些区域也是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区域，特别是像这个阿克苏、克孜苏、开西干、霍丹这个区域呢，拥有我们维吾尔人口全体的80%。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地区呢，现在被中国政府呢把它分给19个省和直辖市来管理这些地区。所以说呢，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呢，它实际上现在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各个地州呢，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的，各个地州由各个省来管理，这里的人事、行政，这都现在都有这些省来派干部来管理这些地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现在甚至于不相信长期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本民族的那些干部，他不仅仅是不相信我们，他连自己的同一民族的汉族人，因为长期居住在这个维吾尔地区，他也不相信，他非得要从内地中国的本土把这些干部拉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让他们来管理这个地区。我们拥有非常灿烂的文化，我们的这个音乐，这个十二木卡姆呢，如果说要完整的把它从开头到演奏完，需要4天4夜。这个文化呢，被吉尼斯定为无形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很有名的一张画，就是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维吾尔族的各种乐器。我们的乐器在汉民族的乐器里，我们的乐器跟他们没有相像的。琵琶也是我们维吾尔族的。我们维吾尔族能够在这个60年中还能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有音乐。我们白天受到很多的压力，但是晚上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唱唱歌来发散心里的压力。但是呢，从2009年开始呢，这种活动都已经被政府禁止，也就是说3人以上不能聚集在一起。如果3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说话了，肯定有人要来问你为什么？你们在这里在说什么？我们有丰富的饮食文化，我们面粉以小麦为主食，还有我们每天的饮食文化中，我们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羊肉。所以说，是世界上羊肉贵于牛肉的地方，就是我们维吾尔地区和中亚。我们维吾尔人的烤羊肉串非常好吃。所以说呢，在中国内地呢，他们叫我们维吾尔人叫羊肉串，当然这是一种污蔑性的叫法。我们有自己的文字，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是把阿拉伯文字进化以后使用的维吾尔文字，这是我们维吾尔文字。大家
可能会说这不是蒙古文字吗？对，现在这个文字呢，蒙古人他也不说这是蒙古文字，他说这个文字是维吾尔蒙古文字。我刚才说到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对自己的孩子们实行教育。现在在东土耳其斯坦有一个有教育方法叫做双语教育。大家看到双语教育可能会想，双语教育就是说也可以学维语，也可以学汉语。看到这个汉字呢，我们会这么想，但是呢，不是这样。现在呢，已经成为一切的教科书全都是汉语。那维吾尔语，它既然称作双语，它肯定要留一点余地。维吾尔语一周，这在小学只限制于小学，一周有2到3节课教维吾尔语。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母语、自己的祖辈儿使用的语言，现在变成一种外语来对他们进行教育。自治区政府经常召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双语教育先进代表团，什么强化双语。那你说双语教育，那你给你自己的汉族人，你教维语吗？他不可能教。这个情况呢，就促使很多维吾尔教师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不能用汉语教学。当然，为了让外界不批评他们，共产党他给这些教师半年的时间，让他们在这半年里一定要达到能上讲台用汉语教学。如果不可以，你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我从中国带汉族老师到这里来教育你的孩子。所以呢，出现了一个很可悲也很可笑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新疆教育委员会他自己发布在自己的网上发布的一个消息呢，他们去调查这个双语教育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去喀什，到这个乡里的学校呢，听到这里的孩子们发音都是河南口音。再到另一个乡去呢，发现这些孩子呢，他的发音是四川口音。那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乡的老师全都是从河南省带过来的老师。也就是说，他们也许连大学都没有去过，所以他的普通话能力有限。那这个乡的老师全都是从四川省来的。那你说，我们的那些孩子，就算是在这个中文教学中他毕业了，但是他将来走到社会，那社会接受他吗？不会接受。中国的宪法里，每个人都有信教的自由，但是呢，在这个每个清真寺的入口处，他就给你立这么一个条文。这条文呢，第一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可以进入清真寺；第二呢，国家职员和退休职工你不能去清真寺。如果去了清真寺会怎么样？国家干部，你第二天，也许是下个月，你就会被赶出你的工作岗位。那退休职工，我都老了，我只能在家里。那我做一些这些跟宗教有关系的活动，不可以吗？不可以。你去参加，你的退休金从下个月开始就给你停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还有，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可以进入清真寺，这是犯法。当然，18岁以下的青年人，如果他要去了
清真寺，结果会怎样呢？受惩罚的不会是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家庭，他的父母，用这种压力来剥夺年轻人信教的自由。从今年7月份开始，又做出一个新的决定，在宗教场合，首先必须要升国旗，升了国旗以后，你才能进清真寺做礼拜。我们看到的这个风景呢，这是大家做星期五的礼拜，大家先聚在一起，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升起来以后，表示忠诚以后，你才能进去。你先相信我共产党，第二你才能相信你的安拉，你的主。这是我们1944年，我们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时候的我们的这些领导人。这里有7个人，在1949年跟中国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以后，为了把这个协议搞得更完整，中国共产党政府呢邀请他们去北京，2天以后回来的消息是飞机失事，我们共和国的领导人全部都死去了。1949年，汉族人的人口比例是7%，当然这个7%是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西北方面军进入新疆以后，占领新疆以后才做出的这个数字。当时他们有15万军队进入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比例才是7%，我们当时是76%，但是到2009年的时候，汉人的比例是39%，这里边它没有包含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还有一个省级政府，它拥有258万的人口。这258万的人口呢，没有统计于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数字以内。我们东土耳其斯坦的土地有3/4是沙漠，水多的地方汉族人就多。这是中国版图中所产油的各个地区。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呢，有这个土哈油田、塔里木油田、科勒玛依油田，这3个油田所提供的石油、天然气和这个煤炭呢，占有中国全土每年34%。就是说，这个棉花吧，很多的棉花地都是由兵团管理，而他们不会招维吾尔人的劳动力去干这些工作，而是从中国内地、中国本土大量的把这些劳动力输入到维吾尔地区，让他们来以摘棉花而挣钱。那当然，维吾尔人不会有这个机会。这个时候呢，共产党他又开始假话慈悲。他说：“因为你们贫困，那我给你介绍工作，但是呢，这个工作呢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而这个维吾尔劳动力，他的性别只能是女性，而且要未婚少女。从2006年到2009年，仅仅3年间，已经把46万维吾尔少女强制性的输送到中国的沿海各区。当然，因为是人，他也可能自主的和汉人结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46万的年轻小伙子失去结婚的对象，那他也就可以和别的民族结婚。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想象，抹杀这个民族，抹杀一个纯血的维吾尔人，这就很容易。因为输送大量的劳动力到中国内地，而发生了广东省韶关市在2009年6月26号发生的韶关市旭日玩具厂里6000多名汉人职工追杀200名维吾尔职工的惨案。
速度太快了。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一个人在中间跑，就像一只过街的老鼠，其他的人在用各种武器在追杀他。是什么恨让那些中国人对我们有那么大的仇恨？而那些工人又做了什么？刚才这段录像呢，这不是我们拍的，这不是我们为了煽动世界的情绪而拍的，这是在那个工厂的那些汉族人自己拍了以后，他自己放在上向世界传播的。他们是因为一种骄傲、一种兴奋的心理，他们放在网上，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让世界看到了真实。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韶关市政府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他过了2天以后呢，把这个案件都从自己的政府的网页上全部消掉。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也对这个事件呢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反而中国的各个blog留言板有很多的中国青年人呢就写着呢万岁，杀了那些维吾尔族的英雄万岁，把维吾尔族全杀光。这反而呢让维吾尔年轻人呢感到不满。那大家呢就在网上呢互相传播，说要7月5号我们聚集起来去自治区人民政府，我们讨个说法。为了不让政府误解自己是反政府的行动，他们特意还拿着中国的5星红旗而聚集起来走到人民政府的前面。那结果是怎么样呢？7月6号晚上，当时的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他在电视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维吾尔人杀我们汉人，你不怕我们汉人报复吗？”所以7月7号这一天呢，就有了军警保护中国人在那里猎取维吾尔人的事件。现在有什么？这是7月6号，2009年，他们称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大家听到了，他是中央电视台记者，他明明看到从每个家里无差别的在抓起来，把他说有几百人的骚乱，而被武装警察逮起来，这就是中国的新闻。然后呢，有很多呢，后来又被放回来呢，有一部分人呢，神经失常，有一部分人回来以后呢，
最短的在1个星期以内，最长的在2个月以内呢，你没有理由的就死去。这就是7月6号的现状，和7月7号刚才那些汉族人上街，猎杀维吾尔人。我说到什么地方？这个事件呢，让很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让很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父亲。这在我们维吾尔人的心里呢，留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伤痕。当然，这样的事件也许在世界上很多很多，但是呢，以这种证据的方式，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以后呢，这不可能是能忘记它。所以这些今天我是忍着牙咬着牙跟大家边谈边看完。我每一次看这样的镜头呢，每回我都要分2、3次我才能看完，因为我受不了。我们不把自己的经验告诉那些有可能要受苦的那些人的话，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帮凶。所以我抱着这个目的我来到台湾，但是现在是台湾在千钧一发的这危机时期，所以说我首先跟大家作为一个个人的朋友，我们交流，我们交谈，然后我们找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机会，我想通过大家的帮助，我们肯定会在台湾成立一个维吾尔人的一个关心维吾尔人的一个组织。到时候我非常希望大家能伸出自己的力量，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来支持我们的在台湾传播维吾尔现状的这个使命。我的祖国重新回到由我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我和我的民族不会忘记大家的，谢谢。